靈修分享，日期2026年2月16日，經文馬太福音14章1至12節。希律聽見關於耶穌嘅傳聞，就講呢啲係施洗約翰復活咗，所以才能夠展出驚人嘅能力。之前希律把施洗約翰下咗監，因為施洗約翰講佢唔適宜娶佢弟弟嘅老婆希羅底。希羅底嘅女兒喺希律生日宴上跳咗隻舞取悅希律，施洗約翰因佢嘅請求就而被斬首。今日我哋基督徒除咗被魔鬼嘅攪擾同埋上帝嘅試探外，我哋亦都受着基督信仰嘅一啲傳統同埋執念所影響，以致我哋嘅基督徒人生唔一定事事順順利利。就以我哋禱告上帝為例子，我哋往往祈求上帝為我哋成就，正所謂天從人願。反過嚟，我哋甚少向上帝祈求人從天願。你們要先求上帝的國和他的義，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。所以不要為明天憂慮，因為明天自有明天的憂慮，一天的難處一天當就夠了。馬太福音6章33至34節。阿門。